看咱三十拢赢。将士510首，同款来吟全首。静心准备礼拜。
各位兄姐平安。今日咱游园有线上有迄个网络的直播，甲咱在座兄弟姊妹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咱伫遮，咱即马就要开始伫遮要做礼拜，请咱备办心做伙来敬拜上帝，请走角。天界大灵爷一正经字啊，就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权能归乎伊，就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即个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粒咱做伙专心来祈祷，感谢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完全属于你的日子，世上万民拢应该出声敬拜学了你的名。主啊，阮应该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伫过去这段时间，台湾这个土地的百姓受到你的保守，无受疫情伤过严重的冲击。阮要为着安尼大大的感谢你，我也恳求你继续来保守这个土地的百姓，互这个土地的百姓拢会当紧紧脱离这个疫情的影响，进入顺利的生活。我也将世界各国抑阁受疫情冲击的遐个国家的遐个百姓，求阿爸爸上帝，你深深看顾因，你有缘施恩你的大人民甲疼痛，实行伫遐个土地的百姓，互遐个受冲击的百姓，拢会当伫你的听的内面，无受到伤大的挫折。阿爸上帝，阮知这万物拢是对你遐所来，你要带互人类一款的信息，互人类会当了解宇宙万物拢是你所创造的。阮也要恳求你，帮赞公园教会兄弟姊妹，主伫阮中间检采，若有经济受影响的兄弟姊妹，爸爸上帝，阮愿意伫你的听的内面，阮互相帮赞，互相联系，互相来协助，会当互这兄弟姊妹会当伫这个困苦的中间来领受阿爸爸上帝，你透过阮要互伊感受的疼，这就是你所教示阮疼兄弟、疼厝边亲像家己。阿爸上帝，阮也要将公园教会一切交托伫你的面前。主啊，公园教会慢慢要恢复实体的敬拜。主，阮当这疫情过去了，阮恢复实体敬拜以后，阮也恳求你感动阮众兄弟姊妹，会当搁早日倒转来伫教会，阮大家伫遮三甲来交流，三甲来分享主你伫阮中间的疼痛。阮深深感谢学了你的名。阮也将公园教会一切未来要推动的事工，完全交托伫你的手。求阿爸爸上帝，你亲自来掌管这个事工，来保守牧师伫这个事工的推动各方面，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你嘛要伫阮中间做头，你嘛要掌管阮一切的事工。阮也为着安尼，大大感谢你。阮恳求你祝福阮在座以及伫厝内透过网络的敬拜你的所有兄弟姊妹，求你祝福伫这兄弟姊妹的家庭，伫因的中间，互阮众人拢会当对你来领受属天的恩典，直到永永远远。阮安尼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点咱要来告别咱的信仰，咱要用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吼，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做伙来出声来，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
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复合。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气力，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运数，迫害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为神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即个咱要来看经文，经文第19篇，也是诗篇84篇。经文第19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所在，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椅啊嘛伫遐为着家己找补去。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的相信。因经过的大蛇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
即粒咱要搁来吟赞美的诗歌，圣诗570首，圣诗570首，咱一日来吟就好。求上帝，我坚固召唤。咱有咱吟全首，咱一日吟全首。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恩赐。既然毋是靠行为，为什么人拢袂当夸口？什么人拢袂当夸口？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上准备爱咱做的好事。以上是咱今仔日的圣经。即日咱要来请咱本堂的牧师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咱被造是为着服侍。请咱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以及咱所有在厝内底，咱伫网络来看咱的礼拜，参加伫礼拜，兄弟姊妹，大家也拢平安。无论伫什么所在，上帝嘛拢甲咱三个做伙，欢喜咱的敬拜。即礼拜疫情佫有小可咧起迄个感觉，安尼，所以咱特别为着台湾即疫情来祈祷。相对咱是平安，但是即个疫情变化真紧，所以咱嘛存着即个祈祷的心，常常将咱的平安、台湾的平安、个人的平安，拢带到上帝的面前。咱三甲来祈祷，上帝啊，感谢你看顾阮交伫现今，阮坐伫上帝你的面前，无论伫厝内底，无论伫教会。阮就知，上帝啊，你已经保守到阮的现在，到现在。上帝，阮有平安，这是阮通感恩的一个事。上帝也就为着全世界这疫情的变化来祈祷。
实在就真侪代志超过阮所想象，嘛毋是伫阮会当伫料想甲安排内面。但是即个变化，互阮搁较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甚至对着即个疫情，我来学习真侪事，重新来调整阮的生活。对真侪价值的观念，阮重新有一个评估。主啊，阮的生活方式也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我来做一个改变。上帝啊，互阮伫即个真大变化的环境内面，阮的心倚靠你。主需要调整的，阮就来调整；改变想法的，阮就来改变。需要调整阮的生活方式，甚至阮的工作方式的，主，阮嘛是必须要来改变。但是即个改变中间，上帝啊，一方面阮倚靠你，一方面嘛需要对你来领受即个智慧，互阮伫即个转变的中间，常常亲像保罗所讲的，无论什么种环境的变化。阮倚靠少数互阮气力的，阮拢会当适应，拢会当克服。上帝啊，不变的就是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主啊，阮牵条伫你，倚靠你，像是伫风影中间，阮倒转来到安全的一个港湾。你就是阮的港湾，你就是阮闪避的所在。阮秘伫你的膝骨下面，上帝啊，用你的膝骨压扎保护阮每一个人，阮拢是你的百姓。感谢你看顾、顾念阮每一个人。主啊，也透过今仔日的信息，恳求圣神，互阮有启示、甲智慧，会当来明白、领受、尊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伫几礼拜前呢，咱拢是讲到即个以弗所书。即个以弗所书呢，咱已经用袂少的时间有几啊礼拜，拢安尼真系列性的来。用以弗所书来做咱一个讲题的一个内容。前几礼拜咱有讲到，咱每一个得到救是上帝用伊的能力运行伫咱身上的结果。这是出自上帝恩典，透过咱的信心。连这个信心嘛是上帝恩典赏赐予咱，所以无一个人会当因为伊的行为、努力，甚至伊家己本身的信心来夸口。保罗有讲，若夸口，就是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保罗嘛有讲，伊的夸口是夸口主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咱拢无通夸口。咱只做一个基督徒，上帝嘛继续咧做工，大宽容，互咱得救，真做基督徒。然后呢，上帝嘛继续做工伫咱身上。所以咱信主，当然咱向上帝祈祷，咱会当对上帝领受。今生甲未来真侪福气，属地的、属天的福气。但是更较重要就是讲，咱真做一个新造的人。上大福气就是咱会当恢复有上帝创造咱的心性伫咱内面，然后咱有对迄个真理来得到公义甲圣洁，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这是上帝呢调咱每一个人安尼塑造咱、改变咱的一个目标。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然后呢，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伊讲到上帝创造咱互咱真做新造的人，竞选咱。其实还佫有一个目的，就是讲照伊的计划，继续伫咱身上做工。然后呢，咱伫伊的手安尼捏造，真做伊手中的工作。有人去查考这个工作，就是讲杰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的一个作品，安尼。这就是讲，互咱会当用咱个人照着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捏造出来迄种特色，来服侍上帝，甲服侍别人。我过去安尼真自卑去到大学嘛，感觉讲甲拢袂比拼一了，迄个安尼。边个人安尼真好的家庭大家看了安尼，台北囡仔来看了，感觉安尼真好咱南部囡仔看了就安尼，敢若较讲好听是故意啦较歹听就是讲做毋捌代志迄个感觉安尼较无法度亲像因较流利迄个心境。但是后来我伫大学参加礼拜的时阵，这牧师就讲到，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这工作就是杰作。我目睭全开。我是上帝手中的杰作但是我看家己就感觉足
美色啊，足无价值啊，甲袂比品质啊，自卑啊，然后我竟然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愈来人生愈过的时阵，我就感觉这种杰作伫我身上愈来愈显明，愈来愈感恩。用保罗的话讲，今日我真做何等款的人，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恩典正。所以今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嘛，应该用这句话来对咱家己的一个勉励，提醒咱每一个人来感恩。咱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当咱愿意将家己放伫上帝的手，讲上帝啊，我性命主权伫你的手啊，照你的意思来塑造我，安尼上帝就会将咱安尼塑造成做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杰作。顶礼拜日呢，阮去永国老师因兜遐聚会，这四福小组。去的时阵呢，伊就安尼一人一块杯啊，这杯啊看来安尼花草真水安尼吼。我想伊做较济，伊真慷慨。伊讲这个杯啊吼，你啉茶，咱较早聚会啉茶了，这个杯啊咱送你，好，大家欢喜甲。看这杯啊真水啊，讲一群做安尼7、8个安尼，但是详细看的时阵，每一个杯啊，其实拢是伊用手一个一个捏做出来。毋是去做模仔形，你若去外口店面看时，哇，拢是真水吼，安尼光兄兄，但是拢是模仔共款，无啥物特色，就看了水尔。但是呢，我咧讲啉的杯啊，每一个拢是有特色。看来敢若是拢共款，但是你若详细看的时阵，有诶小较宽一点啊，有诶较悬一丝啊，有诶较高一丝啊。然后伊诶花草嘛无啥共款。然后无顺样，安尼杯啊起个，哎哟，后壁佫转一个永国老师因仔伫遐，大师的杰作，迄个感觉，就感觉足有价值。咱姊妹，咱伫市面上看杯啊，可能拢是共款真水，但是敢若无啥物特色，就看了水尔。但是呢，但每一个人共甲这杯啊，永国老师所做的杯啊共款，每一个人一个一个拢是上帝亲自所捏造。嵌印，拢有诶特色。几年前我去参加韩国诶训练，暗时拢住伫韩国诶这旅馆内面，当然无聊着看这韩国诶电视台怎样，安尼新闻台来看，安尼3、4台连做伙，切过，哇，这个主播拢真水，靠，安尼切2、3台、3、4台，大家主播拢写做共款，拢迄个加两面安尼。那亲像啥物呢？那就是到韩国整形美容介熬，伊就来看讲，你要做一型的安尼，照这个型，带你安尼整形美容。当然，迄个主播感觉这个型上水，结果4个主播拢共款型安尼。所以过工起来了后，拢袂记得生做安怎。有一工呢，就去公园散步的时阵，一个欧巴桑行过来，迄就是韩国人，安尼下巴方方的，有够特色。就感觉讲。这就是一个真自然、真水的一个福林人，而且有一种的鉴别度，安尼。四个主播吼，我看袂出有什么鉴别度，就甲阮讹蛋了。但是这个福林人有鉴别度，这个看就是标准的韩国女性迄个面型，传统的。少年人，伊追求人生的时阵，真爱去学习、模仿一个偶像。我希望照这安尼，慢慢到某一个年龄，咱较袂去看啥物人水，啥物人缘投，较袂去看遐。但是呢，慢慢会当看出，这个人伫自然中间所表现一种的生命特色，甚至伊家己外在面容，每一个人拢有一个鉴别度，看起来就是迄个气质，看起来就是迄个特色。这个人伫某一个方面都会表现出伊的生命特色。姊妹，咱拢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每一个拢无共款，一定伫你身上有上帝捏造的一个分野，造成咱今仔日的你甲我。目的是啥物？目的就是照以弗所书第2章讲的，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重新把咱所创造的结束，要互咱照伊的心意行做做好的事。这是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培育咱、塑造咱的一个目的。除了拯救咱，还佫有一个目的，塑造咱的性命，真做结束。目的就是互咱真做一个会当侍奉的人。做着亲像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伊嘛讲：独独你是受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目的就是要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做上帝的工。罗马书12章嘛讲到，既然上帝安尼怜悯咱，我劝恁将家己当作活我的祭物，献予上帝，专心侍奉伊。这个翻译有讲到，互咱会当敬拜伊，也讲起，互咱会当侍奉伊。这是咱受到理所当然的敬拜、侍奉。既然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杰作，包含你，你若相信这项事的时候，咱会当慢慢去发觉，到底呢，我的特色是什么？然后对我特色中间，对我人生中间，我就去找。到底上帝伫我人生的过程中间，有对一种安尼业绩的分析，将我业绩成做现在有特色的我，安尼，你咱去找看觅，安尼。这个中间呢，都有几项迄种的分析，捏造的痕迹，捏造出来迄种分析，包含5方面。第一项就是咱的心智。这甚至就讲到咱爱什么物件，希望咱的抱负、咱的梦想、咱关心什么，你希望你的人生会当完成什么？而且呢，这几项其实拢毋是暂时的，一个兴趣、意义，伊是一个固定性的一个热情。然后呢，因为你有这个热情，所以你一直伫这项的事项中间进行你的梦想、你的兴趣，所以伊会产生某一种的效果出来。我家己对细汉爱唱歌，就对囡仔时阵就爱做爱唱，小学毋知偌久以前毋知影，就会记的时阵我就爱唱歌。希望大汉的时阵做歌星，真的，所以讲说了唱离婚歌较熬，无法度，就环境安尼，听就会晓，就记条条，搁知影这个歌词的歌的韵味，搁晓唱。因为我是爱唱歌，所以我真做基督徒。主日学去到遐，爱唱歌。即摆小学伫主日学、野外主日学所唱的歌，即摆搁记条条，2条歌记条条安尼。我的信仰互歌影响真大，因为较早所唱的歌，拢真有即个信仰的内涵。即歌词拢40、50拢有即个信仰的内涵。我感觉讲，除了学到真大的真理。我若听即个歌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安尼感动流目屎会安尼，对即个歌的感应度。到伫老60几岁，我即摆搁咧学声乐，希望搁较好一点嘛。我搁参加合唱团，姊妹，这是一种兴趣，产生个热情，对囡仔到现在拢袂减退安尼。你敢有一种物件，伫你人生中间，真正遐物件，我着安尼真注意，真大热情，我着对细汉安尼做兴趣，到现在有无？这就是你这种的痕迹，安尼其实我真爱做牧师我对高中信主了，我就想要做牧师。伫社会咧工作的时阵，我嘛希望有一天我会去做牧师，读新学院。迄阵当然无啦，牧师有讲啦安尼。讲是毋知会假的，毋知影，但是就做爱服侍。到现在，我阁想要做牧师。到有一天的时阵，若退休，我嘛希望阁要较某一个机构、某一个病院，还是某一个教会做志工的牧师。你感觉我一生就干这项事安尼尔？但是这种热情，这一种抱负安尼。当然，你较歹听就讲除了这以外，都袂晓做其他。但是呢，一方面是讲除了这以外，我无其他的兴趣。
无其他的关心甲梦想。姊妹，这是一个持久性的，对你少年甲你年老中间，这就是你的热情所产生的效果。第二项就是你的心智以外，第二项就是你的心智你的才能。这个才能就是你天生的能力。这个天生的能力无限制，这个 IQ， 你的智商，可能包含你对逻辑性你的空间、你的运动、你的人际关系这个能力。我的空间感足差安尼，所以若是咧做迄个 IQ 智力测验若是咧题目拢是一寡空间的图形，我的分数拢真低，低到有感觉我是毋是 IQ 有问题安尼？分数遐低，对个空间无迄个感觉。所以我画图差不多平面拢2度空间。阮祖囝6岁的时阵，伊画一张图，迄个碰瓷咧爬树现在去对看的碰瓷咧爬树画3张图，这是背面，这是侧面，一张是这边侧面，遐咬，敢画这种3度空间的，天生自然伊就晓3度空间。不过我的语言袂歹啦表达的能力会袂歹所以嘛真爱甲人讲话交谈，可能1点钟2点钟。我想我 EQ 嘛袂歹真后去安尼同理心就当真进入到别人的情境中间替设想代志。这是无共款人的一种的本性，也是讲伊的天生的能力安尼。第3项就是咱的个性。你爱看你啥物个性？内向还是外向？有一寡人伊要照规矩行，咱规矩当安尼定，你就照规矩行，话就偏偏无爱。你若照规矩行，都无突破。咱看有一个新的做法，会当有一个新的方式，有一种的突破，安尼，伤空伤芳，想做个代志安尼。个性，有的个性较重伫情感，有的个性较重伫任务完成。这个中间互人感觉无共款，这拢是2种的领袖，一寡领袖较重情感，比如讲伫教会中间，可能感觉讲牧师较重情感，大家安尼好就好安尼。当然有一寡公司内面伊着执行力 CEO 任务完成，这业绩拼到安尼。先知耶利米，伊称作流目屎的先知，伊若看。为着伊的百姓来祈祷的时阵，看到因将来要遭受的一寡患难的时阵，伊就流目屎。这是多愁善感的一个先知，比着你就感觉较热情、较乐观，啥物代志拢要抢头前来做。这个保罗伊的个性就较硬，较无妥协，所以真适合去开设教会做使徒。但是我相信保罗若伫教会牧会，可能做袂成功，安尼。伊人际关系伊就安尼足硬性安尼所以每一个人适合的场所、服侍的场所是无共款的。但是讲啥物好，啥物歹，无一定。因为上帝创造咱的每一个人的个性，就是无共款。第4项就是咱的经历，经历包含咱的家庭、咱的教育、咱的工作。教会内面可能是你属灵的。你服侍的经历以前的牧师，因做牧师时，就是教会做青年团契会长啦，还是做中级安尼，你就知影是教会的代志，所以这个负担想要来做。过去若无的时阵，会较困难一点。所以经历会帮助你将来服侍。我较早的教会中级大部分拢是公务人员，这因的工作经历。伫咱教会较侪拢是读理科的理工的。然后伫考试院区咧上班，这决定代志的方式拢无共款，中级辈。你会知影这公务人员照部来就要计划预算安尼我较早若咧做预算足艰苦。那500万的预算，你逐条钱算到够安尼，这要哪去理伫咱遮就较无共款，伫咱遮就是一个大概大方向安尼，较有一个弹性所以呢，这是无共款的一个情形。咱有可能人生中间有一寡经历，毋是讲发生代志就是真少你的经历，毋是。咱是讲伫即个经历中间，你安怎去反应、
去处理，互即种的经历成做一种的帮助别人的一个方式。我捌一个朋友吼，伊某一个中学中间，伊受到真大一个心理上的伤害，所以伊去研究迄个情绪伤害。所以后来伊就写一本册《情绪伤害》的书。然后话大家安尼邀请去演讲，伊就讲伊的故事，过去伊安怎受到真大心理的伤害，所以会当处理伊过去的经历，真做别人的帮助。我捌一个大学的老师，讲起来这是我的老师啦。还有一个牧师，因两个呢，拢是迄个婚姻的咨商的专家。人去人问讲，这个婚姻要怎处理吼？但是因两个拢是婚姻捌有安尼真大问题的人，所以有人讲这真风趣啊！你是安尼真有名的婚姻咨商专家，你甲结婚咧出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想起来就是讲，就是因常常有婚姻问题，所以因知影问题，较有法度知影问题要怎处理。这是无共款的一个方面。所以生活愈美满的人，生活愈美满的人，家庭婚姻愈美满的人，你免去那是，可能免去人问啦吼。你若无想，应该就安尼啊，应该就安尼啊，这哪有啥问题？你就安尼做就无问题。但是家庭都无一定照你所想的，应该安怎就安怎啊。安尼，所以呢，要真做一个真好的辅导的对象，可能本身要有一个经历。这个为什么有常常牧师若有去到外口工作过了后，伊过来做牧师，就当体会讲这上班的人怎样，家庭又怎样，婚姻拄着要怎样，青年人因咧这个追求婚姻的过程，交男女朋友的过程中间拄着啥问题，靠一个做真好的辅导。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伫咱的工作，伫咱的经历。教育的过程中间受真大一个训练，你读什么种的册，你的思考方式就是迄种的方面。我是读社会学，我就感觉对社会代志、对人的关系中间就会较敏感安尼。但是若读法律的、读理工的，就感觉讲安尼若电酷酷迄个感觉吼，就惊法律的人甲伊做伙足艰苦，当代志就照规矩来吼，无法度转势吼。这是因的训练的一个方式。第五项，属灵的温数。上帝予你什么种的属灵的温数？这个温数讲来就是一种的礼物 （spiritual gift）。礼物你就要跳开，答应，才会当显出这个礼物的价值。你要怎样知影你的属灵的温数？你的属灵的礼物是啥物？要安怎互伊产生一种的价值呢？参悟服侍是拆开礼物、使用属灵温数的必要行动。其实对大学的生活，我就真爱读圣经，常常安尼有真侪这参考的册。所以我伫内面就感觉讲，读圣经，我足想要了解圣经，就去买真侪这圣经的册来看。我就知影讲，我应该去看伊的背景，看伊过去讲这段伊的情景怎样，就思考这个代志，这是正确的方式。那慢慢我就发觉，我敢若有这种教导的温数。有一遍阮教会就请一个较灵恩的人，伊就看，牧师，你有教导恩赐？我讲你都看有，我就是看得懂，我嘛唔知要怎看吼。不过我感觉有这种特色，就是讲。一个讲话咧讲道的时阵，我伫遐是安尼真注意听，话讲甲真精彩，讲甲大家嘻嘻哈哈笑甲足欢喜的。我讲奇怪，伊若讲安尼，是甲伊脑底无毋对，但是伊咧这个主题哪安尼讲？听过了后，脑底了后就感觉讲，我得到啥货，敢若无呢？迄阵就会去判断这个物件，安尼。什么解说是正确的？什么是有内容的？什么是有教导的？什么互人得到帮助呢？安尼，所以听讲道嘛是有真侪安尼。大部分人听是听老热，但是到后来听迄个门道是什么？安尼，伊的核心、伊的中心是啥物？伊的思想是啥物？伊的教导是啥物？有下伫真理无？
阮会注意这物件。啊，所以这嘛是这种教导文书本身的特色安尼吼。其实咱教会有几老位长老、讲道对真理的明白、解经，足厉害。有时我听咧讲道，也是听咧解经，我家己拢这种想无够，学习无够，因哪有法度去安尼探讨甲遐尼深。我相信有迄种的兴趣，有迄种的温素对着这个圣经来做一个好的教导。我想这是温素吼。第三项，咱要怎样去发挥咱生命的特色？这有几个过程。第一项，你必须要伫服侍中间来发觉。发觉你的温素甲你的才能上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去参加无同款的服侍。因为你也毋知的时阵，你毋知影，所以参加这参加迄，去试看觅，安尼。无试你就毋知。毋敢去试，你嘛无法度了解、发觉。因为咱的生命特色是决定咱的服侍的一个所在。咱的生命的特色是上帝为着咱特别的设计，也是互咱一个界限，互咱知影咱伫什么所在会当有较好的一个服侍。你就要去发觉、去做，较知影。咱教会一个姊妹吼，其实伊所做的物件，拢是安尼较台面下。伊讲我若徛去到顶悬，要讲话我就要皮皮喘，所以就毋捌一遍徛去到顶悬。有一遍圣诞节时阵，咱就安排请你来做见证。伊就足紧张的，愈早讲愈紧张愈久。伊就找我几遍牧师我已经写我的见证写好，你敢毋知改一下？敢袂当讲安尼，头调整者，要安怎讲较好安尼？我讲你写得袂歹我都毋知影，我是别人写吼，都毋知影好啊歹你来看一下安尼。迄遍见证的时阵，有够甲我讲的，讲足久的，讲真流利，互人真感动。兄弟姊妹，使用伊。真做一个真好，这个服侍，当然真客气。后摆要请的时阵，我客气，我会讲了吼安尼。但是我常常来鼓励讲，你真够安尼表达你的见证，你应该好好运用你这个文书。当然我做牧师一段时间了后，我慢慢有体会，就我的身躯边平在做牧师的人，都发觉有时阵替因安尼真艰苦心。为什么？我感觉可能伫过去，因看到某一个牧师感觉真好真欣赏，伊去读神学院，结果读神学院出来了后，有可能路行较崎岖，安尼做较艰苦，所以我感觉讲，若是要做牧师是较好啦，安尼。咱若找伊的时阵，毋是要问伊真理的问题，拢要问讲我这物件歹去啦，会当甲我修理的袂？伊就足欢喜去甲修理安尼吼。一个牧师做电脑，所以做牧师的时阵，大家若找拢找咧修理电脑，拢无咧找伊讲要问真理的问题，安尼。所以伊的服侍嘛，小可常常咧换教会。兄弟姊妹，咱必须要知影，咱到底适合伫什么所在，做什么种的代志。魔鬼撒旦常常会用真侪方法，互咱失去迄种服侍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伊常常互咱会去比较。这个人伊抱的啥较济，这个人伫这工作中间，安尼较让人看会到，安尼。所以我咧欣赏这，牧师拢徛伫台顶，真正拢真尊敬伊，我就来做牧师。比较、学习、改变咱家己的想法，咱的特色去符合别人期待。这拢是无法度做真久，无法度互你真欢喜去做这个代志。所以发觉咱本身的特色，才袂互咱去分心做其他无相关的，也会当互咱较专心伫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第二，你若要发挥你的生命特色，你就要伫你的服侍中间发展伊，互伊提升特质。所以服侍态度真重要。我愿意，但是愿意了后，你嘛阁要提升你的品质。
啊，这个品质呢，伫你的兴趣甲你的真大热情中间，自然就会安尼来提升吼。有一个内部来，伊就讲，一块铁啊吼，会当做一块普通的棍啊，铁棍，安尼一支铁安尼。啊，这个棍啊，差不多5块买会着。共款，这个铁会当做一个马蹄，买啊茶安尼，啊价值50。啊，共一块铁啊，会当做这个铁尖，安尼做起来了，值5000。但是呢，这个铁啊，你若去安尼制作，安尼无啊，啊，放伫这瑞士表啊顶悬迄个时针秒针，价值50万。讲这个物件，意思就是讲，上帝互温数，伊的价值，若互咱得到真大的发挥，真好的使用，互伊愈来愈进步，伊产生的价值甲影响就愈大。共款啊，咱无用，咱就慢慢失去咱的才能，咱的温数。你愈大用，就提升伊的价值啊，所以你的服饰爱愈来愈品质愈提升愈悬。啊，你的声响好哪？啊，都无训练啊，所以咧好声喉就天然袂出来。运动都真够运动啊，啊，但是就无去锻炼啊，啊，所以迄个体能就无法度出来。保罗就安尼讲。咱信仰中间嘛是共款，咱需要伫这个知识，咱的悟性日日进步。伊就对提摩太讲，你着爱将上帝赏赐互你的恩赐啊，提升出来，发挥出来。咱着爱真尽力做好的工人，付出咱上界好的一种的品质，互咱无通见效。第三项，服侍中间，照这两个过程了后，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发挥，安尼。啊，咱伫世界咧工作的时阵，其实拢要求咱提出上界好的服务品质嘛，吼，品质。所以呢，要求咱来付出咱上界大的一个能力，要求咱。但是有真侪时阵，咱教会要求拢是有就好安尼吼。啊，有人要唱歌就好，有人要教助理就好。有一个基督徒，伊伫校做校长，所以伊若要应聘这个职员入来时阵，哇，都要看伊学历啊。最好是咱上界好学校名校毕业，有真丰富迄个教学的经验。啊，然后伊嘛是教会主力学的校长，伊就感觉真沮丧，就感觉讲吼。我伫校时阵就要求大家品质来介悬，啊！伫教会时阵，然后人要做主力学，就爱感谢安尼吼。有要来做就袂歹啊，安尼。不管伊是甚物种背景的人，咱无度要求是因为真侪人无照着伊本身的特色，有教导一个能力的，可能是伊工作经验是一个老师的，吼。幼保系嘛真好的，人顾囡仔。啊，然后伊伫教会中间服侍。所以每一个人，咱伫教会内面，可能爱去挑找做老师的人，伊能做啥物？有说是幼保系伫幼稚园咧教册，可能是伫咱的美比国中间是真好即个老师，伊工作的经验、社会经验、专业的经验，挑出来，鼓励因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来服侍。咱有声喉真好的，嘛是共款啊，咱就用咱的声来学了咱的上帝。要学了的时阵，嘛尽量看会当安尼训练，互咱的声喉较好。本质袂歹，但是训练佫较好。安尼，咱伫服侍中间，将咱的特色做一个上界好发挥。中心的关键就是咱会当尽所有的气力，使用上帝赏赐互咱的才能甲恩赐，然后得到上帝的报赏。第四项。这是一个服侍，上帝创造咱、拯救咱，目的就是要互咱服侍。圣经一个原则就是讲，咱谦卑，上帝当然高升，对不对？然后，因为咱服侍来伟大。其实，咱的生命到某一个程度、到一个阶段的时阵，咱来决定一项，到底你是要留互别人好的印象，还是要
影响别人生命。啊，这个差别是倒位呢？这个差别就是讲，我著做得真好，啊，留互别人印象。这个人远远看我，观察我，就感觉讲，这个人袂歹，我真来欣赏。但是伊是伊，你是你，其实两个无关系，这就是欣赏，好的印象安尼而已。但是生命的关系必须要有一种的，就是你爱甲伊真近的距离，甲伊一个接触，甚至带伊服侍，啊，才会当改变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就是咱每一个人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你到底是要怎做会当影响别人生命的人？啊，是要感觉讲啊，装他真水，啊，外在真好，啊，感觉讲啊，这人看来安尼就会袂歹安尼尔。我相信咱拢真爱，对着你较后辈的人，提升因、帮助因、陪伴因，安尼。这是愈来到这种的生命的成熟到一个阶段的时阵，提膝后进啊，这是咱本性中间一个成熟的人会当表现出来。戴德生一般来讲，上帝所使用伟大的人，拢是对软弱开始。看伊家己软弱，我无得做啥物代志，我靠上帝。然后上帝伊愿意，然后上帝就伫伊心上做一种塑造、改变，诚做杰作，诚做一个会当服侍的人。史怀哲讲，世界上上界快乐的人，就是遐学习服侍的人。世界观念、价值观念，拢是讲我对世界得到愈济，拥有愈济，我就愈伟大。所以世界看一个人伟大，是用伊的权利、用伊的财富、伊的名声、伊的地位，偌济人安尼刻伫伊的身躯边，啊，搭服侍、簇拥在他身边，你感觉这做伟大？我这边我去参加追聚会时，嘛是安真悬的地位的人，哦，边仔拢是安尼服服帖帖吼，啊，伫伊身躯边安尼轻松的解说，啊，伊就感觉讲我咧行来咧，迄个态势吼，就感觉讲好，一个安尼足有身份的人安尼吼。世界是安尼来看，但是呢，上帝拯救咱、塑造咱，是为着服侍。所以你的伟大伫上帝目睭内，是毋是伟大？是因为你有偌济服侍来决定。主耶稣基督讲：“我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别人。”这是咱伫上帝国的中间所定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服侍。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互咱捏造一个过程所形成的生命特色。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世上唯一会当使用你家己才能的人。发觉、发展啊，然后发挥，只有你会当决定。咱每一个基督徒得到救，但是咱也是得到上帝一个呼召来侍奉上帝。所以，咱真做基督徒，咱一生就是基督徒。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的一生就是一个服侍者。所以，上帝伫咱身上，将咱生命慢慢塑造，愈来愈成长的时阵，咱的生命毋是一个领处愈济的人生，咱的生命焦点慢慢转向，叫做一个服侍的人生。这是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塑造咱后来的一个目标。咱三甲来祈祷。上帝，感谢你已经拯救阮，你拯救阮，还佫继续做工伫阮的心上。有一个目标，就是阮会当服侍你。亲像你的圣经内面所讲，阮安尼将家己献做活祭、敬拜、服侍，这是理所当然。上帝啊，透过今日的讲道，透过互阮的圣经，互阮的明白，你伫阮生命中间。形成阮特色的过程，你安尼捏造阮，互阮成做今仔日的阮。你也使使互阮无共款的才能，为着要服侍。上帝啊，但愿阮每一个人会当发挥你伫阮生命中间的特色，
来成就你伫阮身上所定着的计划、旨意、甲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个咱要来吟圣诗来回应信息，咱要来吟圣诗510首，殷勤做工，无嫌劳苦，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咱要奉献，请奉献的兄弟，负责奉献的兄弟来头前。是诶，咱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咱起来再唱奉献的诗歌。请咱同心来奉来祈祷。救赎阮的主，愿感谢你，伫你的保守的面，愿得到平安；伫你丰盛的恩典，愿福杯满满。当愿献上阮的金钱，诚做祭物，愿你来感纳。求主你赏赐智慧，互教会会当用伫圣的事工顶面。互福音会当兴旺，嘛互教会会当得到造就。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
是啊，咱要来看报告吼。咱看咱的报告的第一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公告的信息吼，教会社会公告一个信息。就咱的主任牧师，咱黄牧师，伊用主任牧师的职权吼，向咱的小会提出要咱的罗牧师吼、金牧师的服侍的关系吼，要终止这关系。啊，罗牧师伊家己本身经过心中的考虑以后，伊也提出辞职吼。所以咱经过咱的小会员一致通过接纳罗牧师，伫咱今年12月底要结束伫公园教会服侍，就是讲伊伫今年12月底进前罗牧师，拢是算咱公园教会的牧师啦吼。9月、10月这2个月，伊有缘伫咱教会要来协助教会事工。11月、12月这2个月，咱等于互伊休假，休假吼。所以咱过去这3、4年来，感谢罗牧师伫咱教会的服侍甲付出，恳求咱的阿爸爸上帝会当引带伊头前的路站，互伊去到伫较适合伊服侍的所在吼。第二件就是咱每年都有缘委派陈必胜长老来卸任咱本会2022年的第2长老。第二项就是咱教会内政部申請主日禮拜甲聚會活動防疫的計劃已經內政部已經通過吼，已經頂禮拜就通過啊。對8月22日開始，咱下當有100個人來到啲教會，遮聚會，所以咱各路站吼攏有會當用穩的人，1樓會當用穩30個人，7樓會當35個人，8樓會當54個人，9樓會當12個人。像咱今仔日，咱8樓伫遮即是，咱會當用穩54個人，結果咱伫遮差不多20個人爾。所以咱會當鼓舞咱伫厝鄰透過網絡來做禮拜的兄弟姊妹，會當盡量轉來佇教會，盡量轉來教會，因為咱教會目前看起來，抑閣有充足的座位，會當互咱兄弟姊妹轉來遮做禮拜吼。所以第三就是咱教會各場的迄種聚會的方式吼，有華語禮拜，有台語禮拜，閣有美必句的禮拜吼。這咱看知影。第四項，咱總務組有哪繼續為咱做台電便當的服務啦吼。反正過去就是安尼，咱都知影吼。訂一個便當，你家己拿50塊，新的教會替咱出吼。咱教會则是鼓舞咱，因為即馬會當開始有實體的聚會，所以各團契聚會是會當盡量實體啦吼。啊，像阮頂禮拜，阮雅各小組，阮就一組，本來是一組攏改做網絡，啊，阮對可能對最近會開始甲總分做2組，一組就實體，啊，一組那有緣網絡，因為有的人感覺用網絡較方便，啊，有的人是迄個因教會的合約會當實體，所以就有的人會分做2組，一組佇實體，啊，一組佇網絡。啊，佇咱防疫的期間，咱會當透過網絡來奉獻做教會事工的路用吼。上帝相信咱的上帝會供應咱滿滿的恩典。
啊，你若要透过网络来奉献，才会当有 QR code 啦吼 ，QR code 啊，搁才会当有详细的说明吼，恁会当伫周报来看。以上是今仔日的报告，牧师你有咩？伫第一项中间呢，咱可能会较注意吼，有即个改变哦。其实即个讨论有一段时间，这当然是对我这边，也是做任牧师这边的一个考虑啦吼。即个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学习的阶段，即个服侍的阶段，所以即个阶段若完成，有一个变动，可能对本身会较好势吼。对这学习的时阵，就到一个新的所在，较服侍。我家己本身有换过3-4间教会，安尼，应该3间啦吼，3间教会。即个3间教会咧换的时阵吼，拢有一寡只个心理上的挣扎。但是若回头看，拢感觉感谢上帝哦吼，即个阶段学习到一个新的阶段，遐会无共款的服侍。所以每一个阶段拢是咱的学习啦、扩大一个咱的本身的服侍能力，以及扩大咱服侍一个方向的一个方式，安尼。所以我嘛感觉讲，过去遐吼，比如讲我较早捌伫真金，我去到永和就感觉对真金足感谢迄个所在，虽然短时间，就感觉伫遐一个服侍。我伫遮看等到永和，我就感觉若无伫永和遐，我就无今仔日的我吼。所以咱若看安尼时阵，咱就充满一个真大的感恩啦吼。所以总是有一个期限做一个期限，做一个转变，且对咱本身的学习拢是真好的吼。确定咱10点半，咱伫即个7楼有一个中级会吼，所以咱中级尽量咱来出席来参加。那即礼拜咱有2位青年要去做兵，一个就是肖瑞恩即美林的后生伫日本读册转来了后去做兵，伫迄个关西步兵近仔尔。搁一个林泽，就是咱的金溪燕平的后生林泽，要去屏东龙泉做迄个海军陆战队，这拢无共款一个服侍吼。伊同我讲，即摆这边有够凉的，有够凉。即摆都拢有疫情所以拢挂口罩所以这个马斯克喙暗拢盖唔掉，所以若挂喙暗拢袂使受操劳。说这边较凉的所以上帝保守因啦无论伫即个关西步兵，也是即个龙泉即个海军陆战队拢是真好一个操练。我住屏东，这龙泉遐足水安排时间过来探访一下上帝祝福因确定单独已经伫即个华语礼拜中间特别为着因来祝福来祈祷，感谢甲因三甲做伙。多谢牧师。即要来吟上用的诗歌，上用的诗歌是圣诗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咱起立来吟上用诗歌。Amen.
谢牧师祝祷。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咱众人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在座兄弟姊妹以及咱伫一个网络中间参加礼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祝福、保守咱出入拢得到平安，赐阮互咱福气满满。